為逃避你，再套進一個洞，連麵包連食水也欠奉，埋藏你穿越心裏裂縫，回憶將你不停提起，不停揚起，一場場劇痛。一想到是你已經射控，連號碼我都改掉，避免溝通。分手要決絕，已除舊帳號，根本你以外其餘人類都不想碰到，斷絕了任何聯繫，縱然友好，亦都找我不到，收不到慰問，完全沒信號。請不要再問候我，其實失戀怎會好？你若決心從此離開，何必煩惱？分手再做朋友，幾多個會做到？陪伴我時常關心協助，而大家憑什麼安撫我？壞與好，誰給我更清楚？手機專用飛行模式，刪除鈴聲，讓我安靜過。即使你為我解釋再多，難道會有些幫助，令我想得更多？分手要決絕，已除舊帳號，根本你以外其餘人類都不想碰到，斷絕了任何聯繫，縱然友好，亦都找我不到，收不到慰問，完全沒信號。請不要再問候我，其實失戀怎會好？你若決心從此離開，何必煩惱？這短信太多使我內耗，祈求能逃避到老。不想再見面而除舊帳號，不想再判斷仍然存在多少的變數。你扮作別來無恙，笑容友好，可不可再不要用這種態度？請不要再問候我，其實失戀怎會好？你若決心從此離開，何必煩惱？分手再做朋友，幾多個會做到？沒有人地路，沒有信息，收不到都算數。